别管他拜谁，对不对？老百姓你爱拜谁拜谁，好使就行。你拜的是真如来、真佛祖还是假佛祖不要紧，总之你拜完了这个风调雨顺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愿意给那1500斤油，不挺好的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3个犀牛精死的最惨，对吧？可以说是这3个人在人间算是最好的妖怪，就是他是人证的，你就给钱就完了，给1500两这个苏合油，你也不是给不起，给完这就那地方风调雨顺。金平府啊，唐僧自己说的，跟大唐是一样的繁华繁荣，是吧？歌舞升平，盛世啊，是盛世啊。那3个妖怪在那搞了1000年，苦心经营1000年了，对吧？就被孙悟空给搅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地方到底孙悟空到底代表谁呢？为什么在这搞这一出呢？所以这里面就各种分析啊，就是这3个犀牛精啊，就是如来的白手套，对吧？如来要走4丈，派这3个犀牛精在那假装佛爷，在这收这个5万两金子，对不对？这个苏合油，这油是他们自己吃了吗？不是的，恐怕转手就进贡给如来了。灵山嘛，对吧？搞了1000年，这个账不进账本的啊，这是做假账、花账啊，不就是如来的小金库吗？然后呢，帝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玉帝早就想处理了，一直没有机会，反贪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孙悟空啊，他师傅被抓走之后，那个4只公曹跑来跟他说的，提供线索，根本就不是救他师傅，实际上就是想借孙悟空的手，赶紧把这3个妖怪给除了，对吧？而你看孙悟空说了抓活的，为什么孙悟空说要抓活的呢？因为孙悟空也知道这背后关系非常大，是吧？你要把他打死了之后，就很多事情不明不白，很有可能黑锅要孙悟空背，是吧？你要这3个妖王给杀了，线索不就断了吗？就跟那个贪官跳楼一样，线索就断了。所以孙悟空再交代要活的。然后，所以猪八戒和孙悟空他的强烈要求要去公审，公审什么意思啊？对吧？要公开判决，就是要让真相大白入天下，到底谁指使你干的？你假装佛王，你有这个胆子吗？你在灵山脚下假装来，你这个叫罪大恶极啊，是吧？那个红孩儿假装那个观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把那个猪八戒给骗了，好像这样的吧？结果观音菩萨知道之后，气得火冒三丈，敢装我去骗人，那不败坏了形象吗？所以大怒。你说在灵山脚下3个妖精装佛祖，佛祖居然不生气吗？不管，所以只能说这肯定就是佛祖的这个白手套，默许的啊，假装不知道。他是利益链条的最终受益者是佛祖。哎，这个孙悟空啊，他害怕自己被担责任、背黑锅，所以他要公审留活口。猪八戒也这意思。结果呢，到了金兵府，猪八戒又不公审了，一刀把那2个犀牛给脑袋砍下来。这为什么呢？还是灭口了，还是灭口了。也就是说啊，猪八戒作为这个天蓬元帅，在这个天庭这个系统里面这么多年，实际上道行非常深啊。这个奎木狼说了，你天蓬元帅，你现在居然也懂法律了，讲程序。哎，猪八戒说了，我跟我师傅学的，实际上不是的啊，那他是恭维唐僧。猪八戒这个人情商智商都特别高，他既要公审，就把妖怪拉到这个金兵府，老百姓看见这是妖怪，不是佛爷啊，但是又不能审太清楚。你该说的不该说的搞清楚，你别乱说，乱秃噜出去，万一审了这个对吧？这指向佛祖，指向玉帝都不好，是不是啊？就猪八戒这个把握这个案子啊，就跟那个纪委监委一样的，审案子一样的，该说的就要说，不该说别乱说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不能瞎说，你就说跟你有关的，是这样的吧？你说我检举揭发说谁谁谁，那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一样的啊。所以猪八戒很懂这一套，这既要公审，让老百姓知道这是妖，不是佛啊，妖。完了之后。又不能让他说真话，所以到了金兵府拉出来，还没开口，先把脑袋砍下来。你看腰给我长了，老百姓都看见了。哎，跟那个是不是跟那个反贪是一样的？这个玩法啊，对吧？这1000年来都是这么玩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猪八戒情商非常高啊，那你万一真的在那审呼噜出来呢？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奎木狼，哎，他为什么表扬这个怂恿猪八戒？猪八戒说我们啊，把这个2个妖怪拉到金兵府去公审。公审完之后再去判决，那个奎木狼表扬的，哎，干得对，好，这不就是烽火交友吗？说就这么你去审，你一审不就出来了？就到底他是谁的白手套，对不对？是这意思吧？啊，那估计十有八九是佛祖的白手套，那还能玉帝的白手套吗？要是玉帝的白手套，那没必要让这个是吧？那奎木狼就没必要怂恿猪八戒去公审呢。那肯定说，哎，天蓬元帅此计不好，对吧？这样办不合适，夜长梦多，不如现在就把它解决掉，是吧？他为什么肯定了猪八戒呢？说，哎，真好，你居然懂法律了啊？什么？猪八戒没上当啊，对吧？猪八戒没有被别人一忽悠，好上头了，对不对？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是不是？玩什么聊斋呀？猪八戒懂，所以说他虽然说要公审，结果在2个妖王开口之前把他干掉，对吧？害怕他说出真相，知道吧？是吧？好，这孙悟空也很有意思啊。
孙悟空6个犀牛角，那猪八戒说犀牛角很名贵啊，犀牛角是中药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然后这个很名贵。然后那个孙悟空啊，把6个犀牛角4个送给玉帝，这就挺有意思啊。他为什么这么分呢？对吧？他把1个送给佛祖了，1个放在金兵府。我认为啊，给佛祖的，因为这个整个的金兵府这一世里面跟佛祖没关系，佛祖这我们正向理解啊，正向理解，佛祖也是受害者，对吧？他被别人冒充了嘛，他的名声受到了损失，对吧？然后佛祖有没有出力？那你孙悟空送一个犀牛角给佛祖干什么？实际上我认为是孙悟空就相当于敲打如来，对吧？我给一个犀牛角，你自己看着吧，对吧？是你掰手套的这个证据，搁你前面，你说你闹心不闹心，对吧？时刻在提醒你，这是你干的，我知道，对吧？我给你送个犀牛角搁这儿，时刻在提醒如来啊，对吧？我认为啊，然后他搞一个放在金兵府，什么意思呢？对吧？告诉那些金兵府老百姓，你们以前拜的就这玩意儿，对吧？你再拜吧，你再掏钱，你再搞5万两银子拜的就是这个犀牛角，还拜吗？对吧？他送4个给玉帝干什么呢？这个他没说啊，我分析啊，孙悟空估计是要贿赂那4个叫对吧？4目齐心呐，正好4个人，1人1个，对吧？你们这趟没白来啊，出差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说干回去，对吧？也没什么奖赏，这个反正说是给玉帝的，反正你们自己私下眯了也就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反正是不是啊？也可能他们没有眯啊，他们送给玉帝了，也可能他们就眯下了，对不对？这玩意儿这都是潜规则嘛，是吧？那不能白跑一趟啊！猪八戒把那个珍宝那个抄家，猪八戒跟沙僧那高卷走了，那4目齐心啥也没捞着啊！东海龙王还捞了一个那个辟尘的那个肉，对不对？你说4目齐心，你就在这白忙一趟，白走一趟，是吧？这个为什么啊？这个3个妖怪叫辟尘、避暑、辟邪，避寒，这说明这3个妖怪它有真实本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真能保佑一方平安、风调雨顺。你看避尘为什么叫避尘呢？这不就是管环保的吗？对吧？沙尘暴什么的归他管，对吧？刮大风那都归他管，台风管，龙卷风那人家管，你这地方没有台风，没有龙卷风，对不对？也不起沙尘暴，它叫避尘嘛。避暑呢，你这地方不会大旱，不会死热。避暑嘛，避寒就你地方不会天寒地冻，不会冷，没有极端气候，那不就是风调雨顺吗？这3个妖怪他就管这3个方面，正好人家分管，不，人家有这能力。按理来说，风调雨顺是玉帝的活，对吧？要刮风，要下雨，要打雷，都是玉帝管的。为什么这3个人他能管呢？是吧？有真才实学，人家有本事，凭本事吃饭。结果他只是老百姓不信，老百姓非要信那个佛祖，给佛祖烧香，那他们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说我可以，老百姓不给他，所以他只好假借，对吧？我就是佛祖，我来保佑你。真的佛祖保佑不了他们，他也给佛祖烧香，一点用没用，管不了，对吧？前面那个叫什么奉仙郡求雨，刚说过对吧？玉帝就因为这个奉仙郡的那个郡主对他不敬天，然后就是让他一辈子不要下雨。佛祖没办法，佛祖能管得了吗？对吧？佛祖不管降雨啊，佛教求不了雨，就道教还可以求雨，佛教根本就求不了雨，他没有那个密码，他不知道这个求雨那个程序，对吧？怎么向上面汇报？管下雨的是玉帝，那你说这3个人，他是怎么？既然玉帝管下雨，这3人他是怎么保证下的雨，对吧？一个是管一个是管这个严寒，是吧？冬天寒冷避寒嘛，一个避暑酷暑，那你说都又避寒又避暑又避沙尘暴，你说那地方这环境得多好，是吧？度假胜地啊！那在这3个妖怪的统治下，那地方为什么唐僧说这个比大唐还好啊？就是我大唐啊，风调雨顺，这个盛世啊，结果对吧？真正干活的、真正有能力的被杀掉了，仅因为他为什么把他杀掉？对孙悟空来说啊，因为他把他师傅逮了，要吃他师傅。但是我看这个3个妖王并没有特别要吃唐僧的这个意愿啊，那为什么呢？所以说来说去啊，到底谁怂恿妖王去抓唐僧，把唐僧给吃了，要吃唐僧，激怒这个孙悟空，对吧？这个恐怕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这个申猴啊，是坏人。所以说这个，我觉得这个3个犀牛精啊，你说如来的这个白手套，问题是如来他不会控制下不下雨啊，这玩意儿是玉帝的活啊，对吧？所以我推测啊，这3个犀牛精应该是玉帝在那儿干的，对吧？就是去恶心你如来的，你知道吧？在那灵山脚下，我找人扮演你，假装是你。其实这个事，如果他不玉帝不派人去揭穿的话，那就这么扮演下去也挺好，对如来没有任何损失，因为他确实也保佑了丹帝啊。那丹帝不更加信如来了吗？信佛教吗？是这样的吧？如果没有人把这一切戳穿的话，
对如来没有任何损失。如来的形象依然光辉，对不对？你们给的油给的正合适，那蜂鸟乳顺嘛，1000年搞了个盛世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恐怕就是这个玉帝啊安排的这3个犀牛精，是吧？但是后面为什么把他杀了呢？灭口呢？为什么猪八戒和沙僧2个人一反常态，特别积极？所以说，一种可能就是玉帝的拜师道，一种可能就是道教的，就是老君安排的人。这时候猪八戒他的作用出来了，是吧？果断出手，把这个污点真人给干掉，死无对证。求雨也是道教的活，对吧？所以只能说是道教啊跟地联手，在这个灵山就是佛祖的核心区搞这么一出恶心他的事，恶心佛教的，是吧？如果说他不把这一切戳穿的话，那这事情就下去了，对佛教没有任何损失，反而有好处，反而让老百姓觉得我拜佛拜如来管用，是吧？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把它戳穿。所以这个4只公曹才跑去跟孙悟空提供线索啊，来检举揭发这3个妖怪在这儿祸害老百姓啊。实际上他没祸害老百姓，说他每年要5万两银的，要这么的收喝油啊，被他们喝了，搜刮老百姓啊。孙悟空一听，实际上孙悟空就被人利用了，对吧？上头了。最主要是他师傅被人抓了要吃。孙悟空一看，对吧？这是水深，他不知道，孙悟空就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谁，但是他知道这水很深，所以他要留活口。他这个留活口和猪八戒留活口不一样啊。猪八戒留活口，我认为他是在为道教啊，为老君在擦屁股。既要向军府的老百姓告诉他，你拜佛没有用，对吧？你拜这个假佛啊，你们被耍了，你们被如来耍了，你们被这个妖怪耍了，对吧？又不能让这个犀牛精说出真相，你看，所以猪八戒作用就出来了，2刀把犀牛精给干了。这里面比较蹊跷的还有一个就是龙王，犀牛精为什么往东海跑啊？对吧？你想，你琢磨琢磨，一个人在被追的时候，他往哪儿跑啊？他往自己大本营，他往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跑啊，对吧？那地方能保护他，就像某些人，对吧？跑去喂海鸥，对不对？是这意思吧？听得懂吗？对吧？出事了去喂海鸥。犀牛精一出事了，往东海跑，是一个道理吗？他以为东海龙王会帮他下雨，不是龙王帮他下雨吗？啊，你琢磨琢磨，管下雨不是龙王吗？哎，那肯定是龙王怂恿他，哎，你这么干，对不对？你这么干，说是我都这仨妖怪被人利用了，对吧？你下雨你得求龙王，所以妖怪以为他跑到东海能躲一躲，龙王会出手救他，对吧？结果龙王一看玉帝怒了，派了4目星星，龙王派他太子带着虾兵蟹将围堵，是吧？所以这龙王这个龙王啊，这个是《西游记》里面地位不高，但是背景最深的那种啊，这个家族，那个类似于县城婆罗门，知道吧？地位不高，但是啥都有他。我这么一分析之后，我得出结论啊，我认为的这3个犀牛精就是道教安排在灵山脚下，就是去恶心这个如来，耍如来的，是吧？这个木狼在太上老君那儿烧了2星期的炉子，跟太上老君有一腿，应该有点关系，对吧？沙僧为什么那么积极，对吧？孙悟空想休息都不让他休息，说万一晚上师傅被吃了呢，连夜就要去打。他什么时候那么积极过啊？估计都是受到了玉帝的这个暗示，对吧？因为沙僧是玉帝的人呢，猪八戒是太上老君的人呢。沙僧督促孙悟空，就是怕孙悟空一觉睡过来变卦，对吧？不着急了，对吧？所以才急着去打。打完之后打不过，孙悟空跑去找玉帝告状，就是玉帝借道教压一压这个佛教，给佛教一点脸色看一看，对吧？越到取经要成功的时候，佛教要进入，对吧？要势力要扩大的时候，越要拿捏他，对吧？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不要翘尾巴，对吧？所以他利用道教去收拾佛教，就这么个事啊。所以越到灵山，斗争越激烈。喂海鸥什么意思？喂海鸥都不知道，你太年轻了，你不知道就算了。惊心动魄的喂海鸥，跟加藤老师也有关系啊。喂海鸥要成功了，加藤老师现在是他进你的眼，你还敢进他眼，分分钟把你封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刚才不说那是他儿子跟那个斯里兰卡是什么一个人结婚吗？对吧？3个犀牛精为什么往东海跑？不就是他认为东海安全吗？他背后跟他联系的估计是东海龙王啊，龙王。道教可以求雨是吧？道士求雨啊，道教管求雨啊，所以说那地方能下雨，那都是你说他们能不穿着的吗？对吧？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联手啊，就是玉帝借道教的手啊，去让如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啊，摆正位置，千万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所以孙悟空给如来佛送个犀牛角，估计想提醒他，对吧？也是借花献佛，提醒他，我帮你把这个除掉了，对吧？你安心吧，屁股擦干净了，负面影响已经消除了，不就这意思吗？所以孙悟空是都不得罪啊，都不得罪人。还有灵山下金顶大仙给佛祖看大门，那就是相当于把佛祖监视了嘛，对不对？
传达室都是金顶大仙，那不就是相当于把他监视了吗？这么说应该能说得过去吧，对吧？应该3个犀牛精啊是道教啊，虽然这一集没有提太上老君，但实际上背后就是太上老君啊。何川云，哎，谢谢啊，咋了？佛祖门口插眼镜，你应该这么理解，啊，就是重要人员对吧？重要人员的那个重要大佬、重要的人员那个安全警卫工作谁负责？对不对？不都一样的吗？这些人没有权利来安排自己的这个警卫，对吧？这个得由统一有人安排，对吧？所以说佛祖保卫佛祖的，估计对吧，也是属于天庭什么，对吧？禁卫部队啊。私信我一会儿看好吧，啊，是吧？所以说佛祖也很无奈啊，门口看门的都不是自己人，一举一动都被监视，对吧？刚刚看到城管把汤唯没收了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就像那个宋江安排朝天王住所，对吧？你那安排多堵啊，你知道吧？朝天王对吧？每次一安排完这个宿舍啊，这个对吧？朝天王就离死近一步，想反抗都反抗不了。先后甲3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真的还有人问，在加拿大国内，你都是新来的是吗？不能被架空，不能说架空吧，至少互相监视嘛，对吧？在自驾游好，注意安全嘛。向1000天坚持的书点赞，一直没变质量。好，谢谢啊。书在宾夕法尼亚安庆，没毛病，说太对了。《西游记》里观音好像一直壮大势力，那对啊，观音一直在暗中壮大自己势力啊。水浒的晁盖应该怎么救自己？实际上他救不了自己。晁盖，我想了一下，这都是命的，他是被吴用忽悠上去的。晁盖这个人是个大宝贝啊，天天撸铁、练肌肉、练块，也不练脑子，对吧？他被吴用忽悠上梁山的。吴用在忽悠他接申真刚的时候，就已经安排好上梁山了。吴用的目光啊，他不是在申真刚，他是用申真刚把那个晁盖给套进去，让晁盖没有退路，完了之后被迫上梁山，是吧？就是吴用啊，像个阴魂，他找一个附体，他选中了晁盖，附在晁盖身上，借晁盖，对吧？就去干事。晁盖就是个僵尸，行尸走肉。但是自从宋江，吴用不认识宋江啊，吴用认识宋江之后，发现宋江更狠，更适合附体，所以他就抛弃了这个晁盖，他要附在宋江身上。所以晁盖，你说命运他不是注定好的吗？对吧？晁盖的命运是被注定了，他出场的时候就是要死，活不成。加头老师是现在维维老师不是的。魏海鸥也赢了，加头现在是导致正部啊，正部比那胡锡进老师见着他得敬礼，知道吧？得说话小心点，比胡锡进老师高2级。我说吧，玉帝那边托塔天王，对，玉帝心腹大将都是佛教对渗，所以说佛教也在渗透嘛，他也不是老实的，你知道吧？佛教他也不老实，他在渗透啊，对吧？派奎木狼将功赎罪不是的，派奎木狼去恐怕是有目的的啊，有目的的去奎木狼监视，把这事情做干净一点，知道吧？为什么太白金星冷笑啊？完了，太白金星建议这四目金星去，然后太白金星也说了啊，这四目金星一到就让他们克星，事实上不是的，这四目金星打挺累啊，一顿乱干，就干到东海去了，就说明本来是你看啊，那个昂日星官吧，好像是吧，就那个杨婆的那个儿子，他不是大公鸡嘛，对吧？那个在女儿国那个后面那个大那个蜈蚣嘛，蜈蚣精是吧？把那个唐僧给绑了吗？也跟他成亲，结果那个大公鸡昂日星官一来变成大公鸡，那蜈蚣马上就倒了，就老实了，对吧？那叫克星。你这个四目琴星在那儿跟那个3个犀牛精打得天昏地暗的，对不对？也打得很累，那就说明这个太白金星他为了推荐这个4个人去，他撒了谎。实际上别人恐怕更合适的人，他撒谎了。他为什么要撒谎啊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。他为什么撒谎？他为什么说是四目金星一到，那犀牛精就完蛋？他就是想把奎木狼派去，对吧？把奎木狼派去。我不刚才说了吗？奎木狼跟那个太上老君2人有深厚的友谊啊，给他上楼子上了啊2个礼拜啊。你这么理解吧？奎木狼被下放到太上老君那儿改造，太上老君没亏待他，对吧？还真让他上楼子，把他带入上宾，对不对？好吃好喝的款待他，那他不得给太上老君干点事啊？是不是？那这所以让他去，这不就是你派谁去查案子，派谁去办案子，这都是学问呐，对吧？太白金星出这馊主意，这不是学问呐？所以奎木狼一去，他给你监视这玩意儿办得漂亮，对不对？不能把这个啊这火这个引向太上老君，这不好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所以奎木狼也出现，知道吧？也要在那儿把控大局啊，掌舵。你别这案子办歪了呢，那怎么弄啊？这案子办了，把太上老君给牵出来了，那不就失败了吗？是吧？所以你派督导组啊，派纪委的，派领队的，对吧？去办谁案子，那这都是学问，安排谁去。